今年北港的武德宮在虎爺農曆6月初6聖誕進前，第6屆甲悠遊卡公司來合作，推出着全新的守財保平安的超級悠遊卡。北港武德宮那是全台灣真有名的財神廟，其中護法將軍更加保庇信眾的平安健康。所以咱人6月初6虎爺將軍的聖誕特別到，北港武德宮第6擺和悠遊卡公司合作，推出虎爺造型的悠遊卡，希望透過古水造型和形象走入民眾的生活。流通的話已經12萬多張了啊，因為這個是2代卡，又更智慧啊。悠遊卡公司講，這一遍特別推出全面升級的票證功能，配合智慧晶片，讓民眾用手機啊對當把錢加入去。它裡面的晶片也升級了，這個超級悠遊卡，只要你用手機的悠遊付，直接就可以加值。這邊透過古水虎爺造型卡，保庇信眾的平安。北港武德宮嘛歡迎鄉親，趁虎爺聖誕時間，有閒來到廟裡拜拜求平安。